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Driver Sir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幾有趣又幾值得家長反思嘅話題。大家有冇試過發現自己嘅小朋友講大話呢？明明做錯咗事，又話自己冇做；明明偷食咗零食，又話自己冇食。甚至有啲證據擺在眼前，佢仲死口唔認。好多家長見到呢啲情況，第一個反應可能都係諗：點解你講大話？但係今日我想同大家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。喺英國代課呢幾年，我一個觀察一直令我印象深刻，就係我接觸到嘅英國小朋友，好似比我以前接觸過嘅香港小朋友更願意承認自己做錯事。究竟點解呢？其實唔止小朋友，我發現好多英國大人都好直接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有個同事打電話返公司同老闆講：喂，我架車去咗車房整啊，所以今日返唔到工啊。老細聽到梗係唔開心啦，佢就同佢講：架車攞咗去整唔代表你唔使返工，你可以搭火車、搭巴士行返嚟都得噶嘛。但當時我即刻諗：哇，佢都好誠實喎。因為如果同樣情況喺香港發生，好多人都會選擇講另一啲理由。你講你病又得，唔舒服又得，屋企有事都得，未必真係想呃人。只不過大家覺得呢個答案比較容易接受，於是我就開始諗：點解英國人咁願意講真話？之後喺學校工作，我又發現類似嘅情況。當然我唔係話英國小朋友唔講大話，一定有，全世界小朋友都會講大話啦。但我發覺有唔少英國嘅學生做錯事之後都反而比較直接。例如有時兩個學生喺度鬧交，我會問：係咪你喐手推跌佢啊？個學生又好誠實話有喎，然後我就叫佢：你講句 sorry 啦。咁件事就完咗啦。但係比起以前我喺處理香港學生嘅問題，我就經常會聽到：唔係我啊，我冇做啊，唔知啊。其實明明老師都知道呢件事點發生。於是我就諗，會唔會唔係英國小朋友特別誠實，而係因為佢哋冇咁驚承認自己做錯事之後嘅後果呢？以前喺香港我見過好多次，就係小朋友偷偷將食物呢掉入垃圾桶，可能係水果，可能係學校嘅午餐。有一次我見到個小朋友將個水果掉咗垃圾桶，我就問佢：咦，你都未食，你做乜掉咗佢啊？佢就直接同我講咗話：我唔中意食啊。於是我就再問：咁點解唔帶返屋企呢？佢即刻答：唔得噶，帶返屋企會俾阿爸阿媽鬧噶。聽完之後，我突然明白咗一件事。其實呢個小朋友唔係唔知自己做緊啲乜，佢真係計算過食咗佢自己又唔開心，帶返屋企又可能俾人鬧，偷偷掉咗就冇人知啦。於是佢就揀咗第三個方法。某程度上，小朋友唔係選擇誠實定係講大話，而係選擇邊個後果最細。我相信好多家長都試過講類似嘅話：嗱，你一定要食咗個水果啊，唔係冇得睇 iPad，或者你夠膽帶返嚟，我一定鬧爆你。家長出發點係好嘅，都係想小朋友健康，但係小朋友收到嘅信息可能就係：如果阿爸媽知我冇食水果，就有麻煩啦。於是佢哋開始學識隱瞞，學識開始呢唔俾大人知，講大話往往就係咁樣開始。仲有一個情況，我覺得好多家長都會忽略，有時小朋友講大話，未必因為佢哋想呃你，而係因為佢哋根本諗唔到其他嘅方法。例如佢好想食糖，如果我哋淨係識講唔准食啊，食糖會蛀牙啊，你試下夠膽食啊。其實小朋友內心仍然係想食，呢個願望根本就冇消失。於是佢哋開始揾自己嘅方法。等你唔為意嘅時候，偷偷地食咗之後，就講大話呃你冇食。其實呢個唔係天生想呃人，只不過佢係揾唔到有咩方法得到自己想要嘅嘢。我覺得呢個都好重要，因為好多時候小朋友講大話唔係因為佢想做壞人，而係因為佢諗唔到除咗講大話之外，仲有咩方法可以達到自己嘅目的。跟住我哋就要講下，如果發現咗小朋友講大話，應該點做呢？第一，先冷靜。我知道講就容易，當你發現仔女講大話嗰刻，真係好容易火都嚟埋。尤其是當你平時好信任佢，突然發現原來佢一直瞞住你，好多家長第一個反應都會係：點解你要呃我？你竟然夠膽講大話，就即刻開始鬧佢啦。
但我反而覺得作為家長，我哋首先要有一個心理嘅準備，就係小朋友其實一定會講大話。我唔係鼓勵小朋友講大話，但事實上幾乎每一個人成長嘅過程都試過。大家試回想下自己細個，有冇試過偷食零食？有冇試過攞過屋企自己錢？有冇試過考試成績唔理想，唔想俾屋企人知？甚至大個少少偷偷拍拖，又唔想俾阿爸阿媽發現呢？其實好多人都試過，因為講大話某程度上係人成長過程中其中一個最常見嘅行為。所以當我哋有心理準備嘅時候，當有一日發現小朋友講大話，我哋就唔會覺得死啦，個仔變壞啦，或者點解會變成咁㗎，反而會覺得好啦，呢件事終於出現，而家最重要唔係發脾氣，反而係先了解發生咩事。因為人一激動就好容易講錯嘢，甚至做咗一啲之後後悔嘅事。而當你冷靜落嚟，後面先有機會真正幫到小朋友。我自己會將發現小朋友講大話視為一次教育嘅機會，而唔係一次審判大會。第二，了解原因。冷靜落嚟之後，我覺得最重要唔係即刻追究責任，係了解原因。究竟佢驚受罰，驚令你失望，定係有啲嘢太想要？唔同嘅原因，處理方法都唔同。例如頭先講到水果嘅例子，小朋友其實未必想講大話，佢只係唔想返屋企俾人鬧。又例如有啲小朋友想食糖，家長直接就講唔俾食，但其實佢心裏一直都好想食，於是可能佢就會偷偷地食啦，甚至講大話。所以我哋要先知道究竟小朋友係為咗逃避乜嘢後果而講大話，定係為咗得到某一樣嘢而講大話。第三就係教佢正確嘅方法，呢一步其實好多人都忽略。有時候小朋友講大話未必係因為想呃你，而係因為佢根本諗唔到其他方法得到佢想要嘅嘢。例如佢好想食糖，如果我哋淨係識講唔俾食啊，食糖會蛀牙，唔可以啊，其實小朋友內心仍然想食，呢個願望冇消失，於是佢就開始自己揾方法，可能係偷偷地食、講大話等等。其實佢哋唔係天生想呃人，只不過有陣時係唔知用咩方法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嘅嘢。所以有時我哋唔單止要同佢講你唔可以做，更加應該教佢你應該點做。就以食糖呢個例子為例，我哋應該解釋究竟乜嘢時間先可以食糖，或者每次只可以食幾多嘅數量，而唔係單純一句唔俾食，咁就解決咗啦。當佢知道一條正確嘅路，就自自然然冇咁大動機去講大話，因為佢知道原來唔使呃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嘅嘢。我覺得有一句說話好值得大家記住，好多時小朋友講大話唔係因為佢想呃人，而係因為佢諗唔到除咗講大話之外，仲有乜嘢方法可以得到自己想要嘅嘢。第四就係承擔後果。最後當然唔代表講大話冇後果，後果係一定要有，但我覺得重點唔係恐嚇，更加唔係不停鬧，而係令到小朋友明白做錯事可以認錯，但如果長期講大話，慢慢就會失去人哋對你嘅信任，而信任一旦失去，往往比做錯事本身係更加難彌補嘅。講返最初嘅問題，點解英國小朋友俾我嘅感覺好似少講啲大話呢？我未必咁話佢哋特別誠實，但係我覺得有個可能就係佢哋冇咁驚承認做錯事，因為有時做錯講聲 sorry， 承擔返責任，事情就過去。但如果一個小朋友覺得講真話嘅代價太大，又唔知道可以點樣正確得到自己想要嘅嘢，咁講大話自然就成為咗最容易嘅選擇。所以我哋作為家長，值得思考一個問題：點解小朋友會選擇講大話？係咪我哋無意之間逼咗我哋嘅小朋友做出呢個選擇呢？如果你發現屋企嘅小朋友都試過講大話，又或者你有啲更好嘅處理方法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。如果鍾意今次嘅內容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我係 Driver Sir，下次再見。